喺香港呢個地方，我成日覺得最恐怖嘅嘢未必係鬼，你仲可以請師傅返嚟收，貼張符喺門上面擋。但有一種恐怖，係你避無可避嘅，就係嗰種由生活最入面滲出嚟嘅寒意。當你以為對身邊嘅一切好熟悉嘅時候，突然有一刻，你會發現，原來所有嘢都可以喺一瞬間變得陌生。我叫阿峰，喺灣仔一間廣告公司做嘢。我住嗰度係一幢喺九龍城起咗差唔多30年嘅私人屋苑，叫做金輝閣。金輝閣聽個名好似好光輝，但實際係一棟好舊、好殘嘅唐樓式大廈。樓下大堂細到喊，得一部老爺電梯，同埋一張永遠坐住個阿伯嘅看更凳。日頭嗰個看更叫陳伯，我估佢點都應該有70歲，成日着住件洗到發白，唔知係咪制服嘅藍色恤衫。每次我返工放工，都見到佢坐喺度釣魚，個頭點下點下，有時仲會張開個嘴流口水。佢連同人打招呼都冇氣力，最多咪你望住佢嗰陣，佢先至眨下眼，當打咗招呼。至於夜班嗰個，我從來冇見過。我一直以為可能係冇人肯做夜更，所以嗰張凳夜晚係吉嘅。畢竟呢度嘅保安鬆散到一個點，大閘成日壞，密碼鎖10年前就係同一個密碼，任何人都可以自出自入。但係咁多年都冇出過事，我哋啲住客都習慣咗。直到有一晚，嗰晚我為咗趕一個啤酒廣告嘅年度提案，成 TM 人做到癲。當我終於搞掂離開公司嘅時候，我望下電話，凌晨3點40分。灣仔嘅夜晚同朝早係兩個世界，嗰啲日頭塞滿人嘅電車路，依家空蕩蕩，連的士都冇幾架。我嘅腳步聲嗒嗒嗒咁響，好清脆，又好似好刺耳。成條街靜到，我連自己嘅呼吸聲都聽得清清楚楚。每一次吸氣都好似會打擾到呢個城市嘅沉睡感。返到金輝閣樓下，成條後巷黑麻麻，得嗰支20年冇換過嘅光管喺度吱吱聲咁閃下閃下，好似隨時會熄。我搵出鎖匙，打開生鏽嘅大閘，吱一聲，閘門發出好尖銳嘅叫聲。我行入大堂，嗰一刻我停低咗。因為平時吉咗嘅看更凳上面，竟然坐住一個人。嗰個人着住一身好整齊嘅藍色制服，係成身都整整齊齊，恤衫攝咗入褲，紐扣扣到上頸喉核嗰度，衫領硬挺，帽檐抹得好低。佢低住頭，對住台面上嘅登記簿，右手揸住支原子筆，好專心咁寫緊嘢。我呆咗一呆，心諗，咦，管理處終於請咗個夜班看更，仲要係個咁勤力嘅，嗰種感覺好奇妙，就好似一個習慣咗污糟邋遢嘅人，突然間發現屋企俾人打掃乾淨咗一樣，有啲唔慣，又有啲安慰。我行過去，準備拍卡入呢 P1，經過佢身邊嗰陣，諗住禮貌上點一點頭，打個招呼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毫無徵兆之下，佢竟然開口說話。佢嘅聲音沙到好似幾十年冇飲過一滴水，喉嚨入面裝住成把沙，每一個字吐出嚟都好似用盡全身力氣。佢問我係咪14樓 A 室嘅陳生返嚟？呢句話令我成個人即刻僵咗喺度，背脊好似有股冷氣由尾龍骨一路飆上嚟，飆到上後腦。第一，佢點知我住14樓？我仲未拍卡，部呢 P1 冇顯示我去邊層。第二，佢叫我做陳生，我唔係姓陳㗎，我姓張。我企喺原地，成個腦空白咗幾秒，先識得反應。我慢慢轉過頭，望向佢，佢仲係低住頭，繼續寫嘢。
我盡量令把聲聽落平靜，開口糾正佢，話佢認錯人，我姓張，唔係姓陳。佢聽完我講嘢，停低咗揸筆嘅手，然後佢慢慢，好慢好慢咁抬起頭。我見到我呢世人最難忘嘅一個畫面，佢塊面白到發青，白得好唔自然，唔係正常亞洲人嘅皮膚白，而係好似一塊放咗好耐，已經冇晒水分嘅白紙咁。最恐怖嘅係佢對眼。佢對眼珠完全係定咗格嘅，望住我，但係好似望穿咗我，望緊我身後面某個虛無嘅地方。嗰種眼神，冇焦點，冇感情，空洞得嚟，又好似睇住我靈魂最深處。佢嘴角好古怪咁向上揚，露出一種好僵硬、好機械式嘅笑容。嗰個笑容一啲都唔親切，只係將塊面嘅肌肉拉上去，形成一個笑嘅形狀。佢完全冇理會我嘅糾正，只係用同一種沙到令人起雞皮嘅聲音，機械式咁重複多次，話14樓 A 室有人等緊我，要我快啲上去。佢嘅語氣唔係邀請，唔係提醒，而係命令，好似呢樣嘢係不容置疑，一定要發生咁。我當時真係覺得好唔對路，心入面打晒突。但係嗰晚我真係太攰，攰到一個點，係個腦諗唔到嘢，只係想快啲返屋企瞓覺。我同自己講，算啦，可能係個申請嘅看更，不過係有啲神經質，有啲奇怪嘅老人家啫，同佢糾纏落去冇意思。我冇再理佢，轉身就行咗入呢 P1。我撳咗14字，電梯門慢慢閂埋，將嗰個詭異嘅看更，嗰張空蕩嘅大堂一齊隔絕喺外面。電梯慢慢咁向上行，1樓、2樓、3樓，每上一層，我都聽到頭頂嗰啲鋼纜發出機嘅摩擦聲，好刺耳。我行埋一邊，靠住電梯牆，成個人鬆一口氣。諗住返到屋企沖個涼就可以將今晚所有怪事暫時忘記。就喺電梯上到7樓嘅時候，突然之間，咣！成部電梯好大力咁震咗一下，好似撞到啲乜嘢咁，然後吱一聲停咗。我個心即刻嚟一嚟，成個人向前撲咗一步，差啲跪低。同一時間，電梯入面嘅光管吱吱咁閃咗2下，閃得好快，然後變成好暗好暗嘅黃色光，暗到好似蠟燭火咁，周圍嘅嘢都睇得唔係好清楚。我心跳即時加速，砰砰砰砰，好似想由心口跳出嚟。我撲過去，瘋狂咁撳個開門掣，撳下撳下，撳下撳下，個掣軟弱無力，完全冇反應。我再撳警鐘，又係冇聲，成部電梯死咗一樣。就喺呢個時候，電梯入面嘅對講機突然傳出沙沙沙沙嘅雜聲，我成個人定咗，望住嗰個喇叭，雜聲響咗幾秒，然後嗰個看更嘅聲音再次出現，佢把聲透過對講機傳出嚟，更加失真，更加恐怖。佢透過對講機問我點解仲未到屋企，仲話我太太喺屋企等咗我好耐。呢句話每一個字都好似一條冰柱咁，由個喇叭度伸入嚟，插落我個心度。我望住個對講機，好似望住個怪物咁。終於恐懼戰勝咗攰意，我對住個對講機咆哮，大叫自己姓張，話電梯壞咗，要佢快啲搵人嚟整。我對住個對講機咆哮，把所有驚慌、憤怒一次過發洩出嚟。對講機嗰邊陷入咗一片死寂，嗰幾秒鐘嘅沉默，比起任何聲音都更恐怖。我只係聽到自己急促嘅呼吸聲同埋心跳聲，然後一把聲音再次響起，今次唔係說話，而係一陣笑聲。嗰種笑聲，我發誓唔係人類可以發出嚟嘅，佢冇一啲開心嘅成分，冇任何感情。
每一個希字都係又短又尖又乾，就好似有人用自己嘅指甲用力咁去刮一塊玻璃，又好似老鼠喺地板下面走嚟走去嘅叫聲。聽到呢個笑聲，我全身嘅毛管好似突然全部企晒起身，跟住電梯突然間恢復運作。但係佢唔係向上升，而係好似自由落體咁，咣一聲飛快咁向下墜。我成個人失重咁，要用力捉住扶手先至冇跌低，耳邊只聽到鋼纜高速轉動嘅摩擦聲，同埋自己嘅心跳聲。由7樓跌落去，只係1、2秒嘅事，但我覺得好似過咗成個世紀咁。叮，電梯門打開咗。係大堂，門外一個人都冇。我企喺電梯入面，望住空蕩蕩嘅大堂，頭頂嗰支光管仲係吱吱咁閃，嗰張看更凳係空嘅，台面上嘅登記簿仲係攤開喺度。我慢慢行出電梯，每一步都好小心，好似驚會踩中啲乜嘢。成個大堂靜到，我連自己吞口水嘅聲音都聽得到。我望下個看更位，佢個茶杯，佢件外套，全部都唔見咗，就好似從來冇人坐過喺度一樣。我嘅視線落咗喺嗰本攤開嘅登記簿上面，我壯住膽，一步一步行過去，行到台邊，低頭望落去。登記簿上面寫住一行又一行的記錄，都係手寫嘅藍色原子筆字，日期、時間、單位、住客嘅姓氏。最新嘅一條記錄就喺最底嗰行，上面寫住日期1996年3月6號，時間凌晨3點45分，單位14樓 A 室，住客陳先生，備註反底。跟住下面仲有一行細細嘅字，用同一支筆，但寫得好潦草，好用力，劃穿咗張紙。注意，14樓 A 室陳先生已經於1星期前交通意外身亡。見到呢行字，我感覺全身嘅血好似突然俾人抽走晒一樣，凍，由心口一路凍到手指尖、腳趾公。我企喺度，成個人硬晒，連喐都喐唔到。如果嗰個看更係鬼，佢見到嘅係一個已經死咗30年嘅人，咁佢話有人喺屋企等我，嗰個人係邊個？佢叫我陳生，咁我而家住緊嗰間屋係咩？我唔敢再諗落去，我更加唔敢再搭呢 P1。我轉身望住嗰道防煙門，用盡全身嘅力氣推開佢。我要行樓梯，我要離開呢度。樓梯間嘅光線比大堂仲要暗，只得幾盞發出暗黃光嘅燈，仲要隔幾層先至有一盞。我嘅腳步聲喺呢個密封嘅空間入面產生咗好多好多嘅回音，好似後面有好多個人一齊跑緊一樣。我一路跑，一路落1樓 G 層。我望住樓層牌，只要落到 G 層，推開門就係後巷，就可以去到大街，就可以去便利店。我跑得好急，好急，氣都喘唔切。跑到大概3樓嘅時候，我突然聽到喺我雜亂嘅腳步聲回音入面，好似夾雜咗一啲其他嘅聲音，嗒嗒嗒，係腳步聲，但唔係我嘅。嗰個腳步聲好慢，好重，好有節奏，由樓梯嘅上方傳落嚟。我停低，個腳步聲都停低。我繼續跑，個腳步聲又再出現。佢一路都跟住我，保持住同一個距離。係咪佢？係咪個看更跟咗落嚟？我唔敢回頭，只係跑得快啲，再快啲。終於，我見到 G 層嗰道防煙門。我衝過去，用盡全身力氣推開佢。我衝出咗大廈，我企喺後巷中間，大口大口咁吸氣。夜晚嘅空氣好清涼，但我感覺唔到，我只係覺得好凍，由內到外咁凍。
我望下條街，空無一人，嗰支光管仲係閃下閃下。我諗，我得咗啦，我終於出到嚟啦。我慢慢行出大門口，諗住行去前面街角嘅7:01到天光。當我行過大門口側邊嗰塊落地大鏡嘅時候，我下意識咁望咗鏡入面嘅自己一眼。我想確認下自己仲係咪自己。鏡入面映照出我嘅背影，我着住件灰色嘅風褸，孭住個黑色嘅背囊，但係喺我嘅背脊上面仲有第二個人，係一個女人。佢着住一件白色嘅睡袍，好長，披頭散髮，啲頭髮遮住咗佢成塊面。佢成個人趴喺我嘅背脊上面，四肢扭曲，就好似一隻蜘蛛抱住獵物咁。佢嘅頭慢慢咁靠近我嘅耳邊，我望住塊鏡，成個人石雕一樣，喐都喐唔到。我只係見到嗰個女人將個頭挨過嚟，啲頭髮已經掂到我嘅耳仔，然後嗰個看更嘅聲音再次喺寂靜中出現，嗰種沙乾涸冷漠嘅聲音，今次竟然喺我耳邊直接響起。佢用嗰把聲問我點解唔返屋企，我大叫一聲，成個人跌咗喺地下。我再抬頭望向塊鏡，後面咩人都冇，只得我一個攤喺地下，面青唇白。我望下自己嘅背脊，摸下自己嘅膊頭，乜都冇。嗰晚我冇去到7:11，我喺街邊坐咗成晚，直到天光。第二日朝早，陽光照落嚟，我好似發咗一場好長、好恐怖嘅夢一樣。但係我知道呢啲唔係夢，我即刻返上屋企，用最快嘅速度執咗幾件衫，落樓搵地產代理放租。我一日都唔想再留喺度。搬走咗之後好耐，有一日我約咗個舊街坊飲茶。我忍唔住問起呢件事，個街坊聽完嘆咗口氣，望住我，眼神好古怪。佢反問我呢個單位係幾時租嘅？我話住咗2年幾啦。佢搖搖頭，話原來我唔知道，30年前呢座大廈發生過一件好大嘅事。佢終於揭曉咗個謎底。佢話14樓 A 室有個姓陳嘅男人喺出面俾車撞死咗，佢老婆接受唔到，日日坐喺屋企等佢老公返嚟，最後有一晚佢選擇咗喺屋企燒炭，佢着住佢最鍾意嗰件睡袍走咗。我聽到呢度，手心已經出晒汗。佢繼續講，而嗰晚當值嘅夜班看更係一個後生仔，好盡責㗎。佢因為第2日先發現，成日覺得如果自己巡樓嗰陣察覺到有煙，或者聽到啲聲，可能就救到個女人。佢好自責，好內疚。結果冇幾耐之後，有一晚，佢坐喺大堂嗰張看更凳度，心臟病發，都死咗。最後個街坊壓低把聲，細聲同我講咗一個住喺呢度嘅禁忌。由嗰日開始，如果你喺凌晨4點，即係當年佢哋走嘅時間返到呢度，千祈唔好同個看更講嘢，更加千祈唔好話俾佢聽你住邊一層，因為佢仲等緊佢要等嘅人返屋企。我聽完一句聲都出唔到。我返到屋企，望住嗰塊喺新居嘅鏡，諗起嗰晚嘅事。喺香港呢個咁擠迫嘅城市，最恐怖嘅真係未必係鬼，而係你永遠唔會知道你而家住緊嗰個單位，你隔籬嗰個鄰居，甚至你每日坐嘅電梯入面究竟有幾多個仲未願意離開嘅人，同埋你永遠唔會知佢哋等緊嘅係邊。